你这一仗当得好啊！要不是王明金色兵，孩儿我请要追上前去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好，以后有你上的就言此后，就言此后。
继续，尽管到国王这里来送死，就给将他落劫谁死？谁是他？谁是他？来，拉他去乱剑才是。慢！父王，今日娘我来试试弓箭可好？好，退下去。你四大里对玩笑什么？我想我自己下了眼睛。此话怎讲？丞相就和郎主心华神医求颜上看，天下分心向王子，而今我冒死来投，郎主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我当作奸细，要论奸才是，这不是我瞎了眼睛。从今以后，我有谁过来投奔郎主啊？父王，你看他面色交往，血色已经分明情由，再少不辞啊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要来投奔故我？郎主用兵。郎主，这分明是要费用的苦肉计啊！郎主，难道你也是这样想吗？哼，你休想瞒得过顾家！也罢，事到如今，我必有一死，一命心剑。岂不
在下新皇明宗。好，此今你已是金榜之臣，不就赐你一个名字，你就叫做库正儿，军营之中胜利一致。上主，让将士们都快一快，有必定参政。谢老祖多谢天下。看来风潮起不起，有必经济落还容易，将士是为尽心愿，须无难自大杀气。罗军谢礼恰是穷方内，可下红帐万红常见他虚假尊马东营子，后曾经才定的陪我一谁？九八梅，范龙哥，九八梅，范龙哥，九八梅，范龙哥，你为么有谁？我是特地来寻，寻什么？奇迹！你这个人啊，真是急性子，等到明天谁什么都明白了，那我今晚就再不他教了。反正礼物是你的，你问他到了，真的会是送给我的，现在就给我吧。哎，你呀，比以前还仔细。好，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哦，我要把眼睛闭起来，这是天气嘛。好好好，闭起来。不灵了，不可就不可。
才
不谈头断肠，风流帅子女子可难当，我屯地滚将经营平常。是娘也是论朝臣，斗胆同文放乡情，请陪我一礼。请此臣论朝臣说论朝义，却别团帮臣相亲。莫非他是土人儿这样经营，你不迷神？你是后臣，在下苦臣儿，怎么你就是苦臣儿？在下正是。大娘，我待你守护天下国财，你快知道。哦，大娘，你这不是我是叫成官女子。他本应这边可就去，今子中人越缺多年龄，他不怒气不尽安心，他念我这偏常见。殿下救命之恩，此事不要紧他了，我真要找你，可巧你来了。天下有何吩咐？听说你为实书。是啊，我要听你实书。怎么？天下也喜欢听实书？当然，你随我进来。师娘，殿下回来了。师娘，我把苦生儿带来了。带他来做什么？叫他来识书。他会识什么书？有什么好听？师娘，你望着为我操劳，听听识书解解闷，有不可啊！我不要听。师娘，
殿下，你军务忙得很，叫他走吧。亲上一团，再叫他走。哎，可是儿，你怎能使得四娘过心，从中有杀？殿下，好恕我兔子里口多残你啊！四娘听了，定然欢喜。我不要听啊！殿下，那就给个贼是吧？哎，既然来了，就是吧。遵命。哎呀，殿下，说不成了啊！怎么了？叔叔可不能缠着你。那么你就收下吧，再上了一张桌子，好好的设。此次多谢殿下。哎，请问殿下，喜欢听文的还是听武的？我是有爱及不义，是算是听武的。喜欢听忠的还是听奸的？我爱的是真实无私、光明磊落的忠贞，恨的是卑鄙无耻、奉承他妈、奸邪拖拉的奸臣，是算是听忠的。你也为说忠的？说的是忠还是奸？四娘听了是为明白。那你快讲。好，那我就说一位话了吧，是念家乡的故事。哦，哪位师兄？是他。哦，怎么了？哦，这是叔叔的规矩吗？免了吗？是免了吧？哎呀，怎么又来了？免了，免了。到得三王五帝，功名亚后上奏，且用5把闹春秋，请客兴亡不收。秦时几行明星，茫茫无数黄秋。前人种地后生水，说什么龙争虎斗？残日年罢，余不多年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说的是大中朝真宗在位，那时不过小文娘娘有一匹市场少有的宝马，此马名叫瓦溜，长足有1丈，高8尺有余，前腿不能进对，后腿难出上手，貌色红似虎眼，他只因千里牙嘴发发，真是个千里追风夸是飞呀！真是一匹好马。那是真宗天子在位，驾前有一忠良，名叫杨延昭，他终岁3官，不过效仿律政律法，与杨元帅结下冤仇。那不过规矩我收着奸臣王庆，要掩害杨元帅。有一天，真宗临朝，王庆奏明天子，将瓦溜宝马连连夸奖。听得天子龙心大悦，问谁能夺得此宝马？王庆追道：非元帅杨延昭不可。于是天子求命杨元帅去讨马。王庆本想假是还是杨元帅，哪知杨元帅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名叫芒良，他偷得令箭前去讨马。芒良闻尽三方，不到3天，就将此马逃为乱道，献于万岁。好啊，马良这个人真是好本领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殿下，瓦溜知道乱道人，终可不得了后生。眼旁不过3生修啊，我是可。
是啊，大娘，只怕有些人还不是骂你哦。你也这样说，这是何妨啊？谁叫你他这些野话，快往下说。咦，是我了啊？是我了啊？公子到后此随我了，正让人扫兴。啊，殿下，不必扫兴，我还有一段热闹的书。哦，还有一段热闹的书？哪一段？大破卢安罪。大破卢安罪。是啊，大娘，大破卢安罪。苦生儿，你也会识这段书吗？啊，这段书是我最拿手，四娘听了是为明白。四娘，你是怎么知道这大破卢安罪的？啊，我从前听过的。既然四娘听过，苦生儿，你求我一人吧。买。殿下啊，这大破卢安罪热闹得很，今天我都要听一听苦生儿是怎样识这段书的。大破卢安罪这么好听啊！这本书在中原谁人不知，何人不晓啊？是说来，我是非听不可。你非听不可，那你快讲啊！殿下，现价自必用，要自必何用啊？画一幅秦中图。秦中图是啊，殿下绘画听书更加有声有色，仿佛身临其境啊！身临其境。好，那你等着，我去接你拿书的。哎呀，这啥苦人儿了？苦生儿，你四娘，只因文龙大败宋军，我元帅得知文龙那人罗东将军之子有心斯文，我私屯必帮扎将进营，有心劝说文龙归宋，望四娘鼎力相助。王将军，四娘，苦生儿，苦生儿，你夸些话吧。是。
殿下，请看，老爷，四娘，四娘，四娘，你怎么了？四娘，四娘，四娘，你怎么了？哭声儿，不瓦中之声，他是谁？他乃是宋朝大将，姓了明灯，官拜节度使，正随陆恩州，城仆之恩，配中堂。哦，这一事业的夫人，他是谁？他乃是罗将军之妻，罗夫人。哦，这下跪的金宝大将又是谁？金宝郎主愧中了啊！是父王，这外邦婴儿的夫人又是谁呢？殿下，殿下，他就是我。大理外宗的婴儿，他乃是罗将军之子，天下你呀！殿下，你听我说，愤怒满居，四中间，16年仇恨生一病，罗将军是你亲生母，罗夫人是你母亲陈淑叶，怀中婴儿就是你母亲将你托付我身边，我是他将你落到波地，无与你人落一笑成罗年，这成罗年，我本被称作无养你，为的是报决心打铁钱，王将军为你去见上死神，他为了你冒死苍蝇不危险，今日烈士福州啊见
血淋淋的生死。在身旁。
么？九凤妹她来了，她来了，你不能见她，为什么？难道你妄要深仇大恨？她不是我的仇人，可她是你仇人的女儿，仇人的女儿。一句话分开劝我愁，也把剑吞开西河黄风掀起范龙，王将军正在准备操练马匹，以便他为送迎，叫你长期长命。你若见他，岂不入了马家？那怎么办？你不可因小射他，万事不见为好。那就方面来了，他来了，与我四娘，范龙，四娘，范龙，快去躺下。公主，到哪里去？到里面去看文龙宫。公主，文龙他病了。谁以为他病了？我是他的来看他的。啊，公主，文龙他病得很厉害，所以我更要进去了。公主，孙我生都不能进去。孙我生都不能进去。这是老祖的命令。父王的命令对我没有。公主，四娘，今天你怎么了？九凤梅，范龙公，九凤梅，范龙公，九凤梅，九凤梅，殿下，你的病。哎呦，范龙公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昨天还是好好的，怎么因为2岁病了？
曾我还心中不宽。你一定有心事，不愿意对我说。哼，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，为你插旗，为你行脚，你却不与我说真话。我还在这里做什么？早就该走了。九凤梅，做什么？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我不是你的哥哥。谁让你做我的哥哥？我姓罗，我是你姓罗，叫罗文罗。九凤梅，我和你什么？永远永远什么啊？永远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只因我丈夫杀人，交锋打仗，风云难测。你不要胡说，你无意操军，谁还能娶得上你？九凤梅，我反应离你而去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就是虚无啊！告诉你，你是真的走了，那我也要和你一起走。九凤梅，本龙哥，你可知道我的生死？殿下，请去养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师娘，我来。殿下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与平阴财神，怎能省心？快去养吧，去呀吧。老夫驾到！我来了。父王，愤怒！儿郎，你听了啊！他是何人？难道他就是杀我全家的他仇人？他凭着骁勇不应军，巧为我不断得病得了神。他面色有病，神花不永年有此事后因。忙想起儿子叫我在强发，又是手手他先确定，当时也是这万情，当时也是这一生。莫非他与我曾比夫，为何不肯吐真情？爱我真情万事错，是儿子的马长赢。他真是儿今情景变，他真是啊，他真是我心中是不分。
啦，父母郎主，法门曾到，拜见郎主。你以为天下几人拜天，怎么也同理郎主？奉旨天下生有病，我人几大高分明。天下乃是非万天，须用宝马做祭品。自己苍天可取呀，定能举兵保为民。军中军马千万，人一条绳做祭品。必与郎子胯下去，才能为天下提升他本。郎主保举世间道，公子便可天灵，把天下长征救出，乱天下一公许。一匹宝马呀，区作马，不足为奇。王后，去吧。儿啊，区作马，护着他，为儿几人当乞讨，去日下午早起，全提醒我心家，天高无际。
陪国王前往祭坛，祭神拜天。我与父王也同去。父王，儿啦，曾公，你放心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明天一早我再来看你。喂，明天一早出发。父王。明天一早，明天一早，明天一早。文龙，难道你忘了我最家恩？难道你忘了最深的父母？人的祝福，不，我没有忘记。爹娘，爹娘，我最家恨人的祝福，不，也想宋朝百姓等着你，我必元帅盼着你。宋朝青山。若非将军，本龙，你要速去速断呐！速去速断，速去速断。本龙公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明天一早我再来看你。明天一早。儿啦，区区断马不对劲，你万字hon心良品吧。本龙公，儿啦，本龙，你要反断其事，不能以小测大。本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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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龙。小将军大事不好，铁卫都已经晕倒。你是什么？铁卫都已经晕倒，紧我的下令，明天一早炮火速应大军进攻，必须去找报知我元帅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立刻修书，这是无法送到啊！我用剑趁汉剑才往肃静。好，这就去吧，越快越好。原来是军师深夜到此有悔改，文郎朱子明送也于殿下，后拉军师亲自送来，请教金吾。郎主吩咐必须面交殿下，我有几句话要交代殿下。殿下已经随下了。殿下已经随下了。哼，
军国大事你全不清楚，还是我自己进去啊！就是参见军师。夫人儿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接殿下食书啊！接殿下食书。殿下听了食什么书？殿下谁了听什么书？来，把他们一起带走。是，天下的营长，你们谁不服为？带走。是。不许你们无礼！王将军。他三人哀中常来往，内中庭有殷景草。这都是你亲眼所见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亲耳所闻。难道国王真的中了他的苦计？难道文荣他？我主你亚太帐下，请郎主免驾拷问。哼，他能判断自己的一条臂膀，难道按他拷问？是娘矣。我们刚才做那罗文弄子，他从中出来，被杀死了。被杀死了。你为了父王的杀死了我，大父，你这一刀，把国王赐我你的恩义都砍断了。让主奉听此之命，文书跟踪殿下，他将一封结束，才向送进。你宽得起，宽得起，省得真，千夫万却不光无言。郎主因我发笑，小子心，死了你的心血，回于一道。郎主，司马将不待这言，既是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哪里知道？我
事，调兵遣将，莫非有什么紧急军情？奉郎子之命捉拿了文龙。什么？公主，那文龙私通了卖百姓进邦。父王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凤来屯兵不是好好的，怎么一为儿要做文龙宫？举国大事，你休得多管，快回帐歇歇去吧。敌人的事我不管，文龙宫的事我随时要管。你不许生心！你哪里去？找文龙宫去！站住！去吧！文龙行踪恐怕已经没有你这个妹妹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去吧！他不是金榜之人，他是宋朝大将老东的儿子。宋老，不，儿啊，这都是真的，是真的呀！郎中，老文龙为云贵大溃让，引上我西岳大将逃往松阴去了。公主，老文龙引上我西岳大将逃往松阴去了。我听下去，我因将士神不息将马不停地加紧行道，就不能让老文龙逃出营寨。如今将领至山中，我因将士皆特动，加紧行道请罪错，杀足不成，乱箭在死。他父啊，绝不宽容。父啊，父啊！郎中，先拿了文龙具有该死之用，再要我做，只恐魔印将士不是他的对手，这岂非放虎对山？听话，历经看相之人，不是用来逞强。崔生，不，他不是我的崔生，你的崔生，他和罗顿是你的杀父崔生。他和罗顿就是你的杀父崔生。你不是我的母亲，那我的母亲，穷啊！穷芳，嘿。啊！
人不相见马不离本，家境心造，做那肉本肉，死要祭神，死要祭祀。我一相见，人不相见马不离本，家境心造，做那肉本肉，死要祭神，死要祭祀。我一相见，人不相见马不离本，家境心造，做那肉本肉，死要祭神，死要祭祀。君临
抓我的，我不但是来抓你的，我还是来报仇的。你是来报仇的，我要报杀父之仇，杀父之仇，落文了。你不准安子，我功成千子，你不成长不放弃，我中间心血。今与儿报此仇，奸夫忘去。不，不是我的父王，什么？我就不见他。我问你，你在何处长成神？何人请心来无恙？何人叫你去上墙？何人是你用瓦香？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张张浅浅是无光。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两月之恩金钱忙。我问你，何人情到中原地？何人气宇双家邦？何人攻下乱贼？何人天下？我家用何大？思一思，想一想，张张起是你父王。思一思，想一想，我当怎样去见你父王？那你想怎样？我要为道送医，为道不下。父王岂肯轻放于你？那么是等不得以后尊长相遇，我就先杀了他。那么我为方力走嘛。谁也不知
我独自孩儿，我怎能够穷放的心厮守于你的？你要回去，你会到哪里去呀？此举的故意，为道作孽，心造厌倦。你的厌倦留在哪里？才总有你早已家破身亡。三王公，你是在金榜长大的，你的燕君还是在金榜，何况父王还是喜欢你的。父王他从此侵我家头，伤我父母的头上，死君死娘又死于他身，我与他恩多义结连。我还是应该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。你愿意和我一同走吗？不，我的燕君死在这里呀！三王公，三龙公。
你是少了他的。父王，你我父子一场，去世，嘿。